新竹关西大多都是丘陵地形，山川秀丽，环境优美。我跟轩轩第一站要到充满绿意生机的森林里，吸收满满的芬多精。上课嘞，上课嘞！同学要上课喽，今天要教的是香菇。好，这就是香菇。香菇。下课了，可以出去玩了。耶，我最喜欢了。轩轩当起课语小老师，有模有样，我跟他一起开心体验在山林中上课的乐趣。特别的是，这里一大片的森林都是我跟轩轩的游乐场。我们一边荡秋千，一边呼吸森林里的新鲜空气。而在这里，不只可以欣赏到都市少见的森林美景，还有特别的体验呢。好，那你先坐好，我帮你荡，好不好？准备了吗？好。1、2、3。1、2。轩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想不想去摘香菇？想。轩轩最喜欢摘香菇，对不对？摘香菇很简单哦，像轩轩这样子的小朋友都可以摘哦。好，那我们去摘好不好？好，停。走。在这个大自然的生态教室里，还能够摘香菇，我跟轩轩都觉得很兴奋。只是我们没有学过摘香菇，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贴心的园长说摘香菇很简单，他会在旁边现场教学。明华、轩轩，今天你来摘香菇哦，哈。园长要怎么摘香菇？摘香菇很简单哦，香菇太细细吼，唔免太就做得摘。安尼太多像摘安尼建议来的时候，树边呢啲哦，有一些块当做得摘，就安尼像下背安尼摘好来。来，要你做得摘。要你香菇要快哦，唔做得摘款啦。嘿，哦，喊你啦。摘香菇很简单，只要掌握几个要领，就可以把香菇拔回家。看看轩轩一下子就上手，摘香菇的体验大成功。轩轩，你记得香菇怎么采吗？从下面拔起来就好啦。你采了几朵香菇啊？我采了东东。因为摘香菇很简单。